早起，行政院长杜英泰第二会议将对台美关系谈判的进度佮有升级的影响进行报告。院长表示讲，台湾佮要争取如何的对等关系的税率，23日条款协商，嘛勿望讲税率莫佮拆卡去哦。谈判佮继续在进行到8月中，咱国内受到关系影响减班休困的公司有73间，嘛影响到2388个劳工。 这个月初7，美国已经对全球实施关税新的税率。台湾甲美国从4月开始，透过讨论谈判，为本地税率搁提起32%的对等关税，目前变做是原地税率搁加上20%的暂时性对等关税。有立委关心讲，咱台湾对等税率的关税当时才讲会定。什么时候可以做最后的确认？ 我们在8月1号前没能达成协议，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国出口70%是半导体及 ICT， 尤其在逆差的90%。那美方也表示，这个项目在美方232的调查底下，那也联动美方232关税的政策方向，所以台美需要一些时间，持续就对等跟232一并对谈。 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表示，台美对等关税的谈判还佫持续咧进行，希望用结果来证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的拍拼。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台美关税的谈判有3大目标要争取。第一是争取更较好的对等关税税率，像是做伙协商232条款，嘛爱争取税率莫抬起的计算。有立委认为讲，有关台美关税的谈判，台湾爱安怎去除红色供应链，才是第一要紧。 行政院对于去除红色供应链做了哪些努力，有没有成效呢？我们有事前、事后、事中各项，包括财政部、包括经济部的一些措施。事前我们要加强的审查。呼吁在野党的委员应当撤回离岛建设条例这种洗产地的条例。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展现国内团结一致，就是我们对于这样洗产地违规转运的防止，我们是有能力、有责任做好的。 针对台美关税税率为32%，暂时降到20%。杜永泰讲，目前受到关税影响的，拢总有73间公司，2388个人。政府会针对安定就业来做整体的考虑，未来完成协商了后，嘛会送立法院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